天这世界上仍有无数的无辜的印度教女性被强奸，男性被杀害，信仰的自由被践踏，生命与财产是无情的被夺走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他们连向世界呼救的声音都没有，都被社群媒体无情的封锁。这样的暴力与不公，我们绝不能沉默过去，因为沉默暴力世代的延续。今天如果我们还是选择忽视，在未来受苦的将是我们自己。请停止犯罪讯息的忽视，停止冷漠，每一个生命都该被尊重，每一个信仰都该被守护。暴力永远不会是答案，仇恨只会带来更深层的痛苦。让我们觉醒，挺身而出，用正义，用勇气，用爱守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与未来。